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
可能的事情，更无止境，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更无止境，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更无止境，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承受一切不可能的事情，更不止境，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承受一切不可能的事情，更不止境，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更不止境，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更不止。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堡垒，是我的上帝，我信靠你。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让我们从座位上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耶稣是叫我们抬头的神，是我们的堡垒，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要一起拍手，大声来敬拜他，阿门吗？阿门。让我们一起拍手，大声来敬拜他。耶稣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主。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荆棘，你全然的神。耶和华是我四围的，我们大声来敬
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衣袖虽然有哭泣，造成我们的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衣袖虽然有哭泣，衣袖虽然有哭泣，造成我们的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再次衣袖虽然有哭泣，衣袖虽然有哭泣，造成我们的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还让我们用最大的献给我们的磐石，我们的避难所，献给我们的让我们早晨欢呼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各位弟兄姐妹，最近过得好吗？好。相信神每天都与你们同在吗？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相信我们的上帝，相信神，他会在我们生命中每一天都会陪伴着我们，他会点燃我们每一天的生命，他会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盼望。让我们再次用我们的声音来敬拜我们的神，你是荒野道路。即使旷野道路，无力淹没我的心，我要向你屈膝，更多寻求你的心意，就牵引我贴近你。无论高处低处，渴望能重新得力，听到你的火焰，让灰烬能再次燃起，成为焚烧的生命。求你点燃我们起初为你火热的心，祝你打开天门，焚烧炼净我们，向我们显明你心意，求你点燃，兴起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的火祭，祝你彰显大能，一直释放我们，求你再次降临，点燃我的心。祝你彰显大能，点燃我们每一天，点燃我们的生命。无论高处低处，渴望能重新得力，听到你的火焰，让灰烬能再次燃起，成为焚烧的让我们举手来说，举手来点燃我们的生命。求你点燃，点燃我们起初为你火热的心，祝你打开天门，焚烧炼净我们，向我们显明你心意，求你点燃，兴起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的火祭，祝你彰显大能，一直释放我们，求你再次降临，点燃我的心，生命如风吹起，眺望星星，呼召引你烈火再次燃起，焚
响祭坛，全然献上自己。圣灵我们再次有圣灵的风降临在我们心上，圣灵如风吹起，眺望星星，呼召引你烈火再次燃起，奔向祭坛，全然献上自己。圣灵风降临，我们再次更多来求圣灵调我们的信心，圣灵如风吹起，眺望星星，呼召引你烈火再次燃起，奔向祭坛，全然献上自己。圣灵魔，求你来点燃，求你点燃我们起初为你火热的心。祝你打开天门，焚烧炼净我们，向我们显明你心意。求你点燃，兴起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的火祭。祝你彰显大能，一直释放我们。求你再次降临，点燃我的心。亲爱的神主耶稣，你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不是只有在我们亨通的时候，是在我们绝望、孤单、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求耶稣，你来安慰我们，引导我们，做我们不变的允许，复庇我们。谢谢耶稣，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方式祈求，阿门。耶稣，恳求你以大能复庇我，你的话语再一次坚固我。绝望和孤单不断地追赶着我，你却是风雨中的避难所。唯有你了解我忧伤难过，你的恩手安慰我，拥抱我，擦干我眼泪，医治我的伤痛，用心情重新开启我的眼光。原来苦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让我看到你的心思，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谢谢耶稣，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们相信你。耶稣，感谢你一路上牵引着我释迦的路，你与我一起走过，你走在我前头，鼓励我不要退缩，因你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原来苦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
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允许。原来苦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允许，我的所求所想，你的旨意超乎我所想所求，在这时候总是我看不透，你必引领我走进丰盛宽阔之地，你恩典总够我用，你的旨意超乎我所想所求，在这时候总是我看不透，你必引领我走进丰盛宽阔之地，你恩典总够我用。原来苦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更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从你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我生命所有都交托在你的手里。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感恩。在此日的时刻，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来与你相遇。主，我们恳求你透过整个礼拜的过程，让我们心向你来敞开。主啊，你亲自触摸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今天的礼拜交托仰望你，求你恩待，成为主使用的器皿。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礼拜，每一个人都将一切的荣耀来归给你。求你恩待，求你赐福。主，求你的圣灵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礼拜中，圣灵带领我们，从你的话语诗歌得到感动。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要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基督接受
来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一切美好的恩典都来自于你，因为你是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源头。感谢你使我们凡事富足，而且不必加上忧虑。我们将当纳的金钱献上，为的是要尊荣你的名。求你打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与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工作与生活中经历你的丰盛，并求你悦纳并赐福这份奉献，使用它在圣工之上，扩张你的国度。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报告，我们请陈牧师来报。本周的金句我们来读2次，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要以好人为榜样，过正直的生活。箴言2章20节。所以你要以好人为榜样，过正直的生活。箴言2章20节。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我来报告。好，那在报告以前，我要先谢谢大家。好，为牧师上个礼拜带导去参加这个期中考。好，那还有为牧师上个礼拜去越南6天的行程，好，来守望祷告。好，那感谢主啊，就是在去越南跟世界展望会去越南的北边好的边界跟辽国的交界的地方呢，看见好像30年前、50年前的台湾的农村社会啊，好，那是非常的淳朴，但是也非常的缺乏。好，但是也看到世界展望会，好，他们能够运用世界的资源，好，能够把这些的坐在最小的人的身上。好，那牧师有拍了很多的照片，好，也有很多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好，所以在接下来这个礼拜6的青年礼拜当中，好，牧师会来分享这次去越南的收获跟行程跟看见，以及世界展望会的事工。好，如果你不能来参加周6礼拜，好，你也可以从线上的直播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关心。好，那在下礼拜牧师还要继续期中考，跟7月的第1个礼拜要期末考。好，那也请弟兄姐妹能够继续为牧师来祷告。好，那我要报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教会在去年有举办领袖高峰会。好，那今年是第2次举办。好，那这次教会呢就没有这么豪华的套餐但是我们把最直接的回馈给弟兄姐妹，好，就是我们的每一个会友呢，好，都可以全勤的话，好，可以退你的报名费500元。好，那在鼓励大家早点报名，所以我们在6月30号以前的早鸟呢，还有200元的图书礼券，就是那2天当中，我们会有校园来摆书摊，好，你可以选任何的书，好，你有200块的图书礼券，好，可以来选购。好，那这个是领袖高峰会，不只是基督徒，也是针对非基督徒。好，任何从事跟领导有关的工作，好，都能够在领袖高峰会当中有许多的收获。所以8月15号、8月22号2个礼拜6的整天上午到下午，好，是非常的值回票价。好，所以邀请你的亲友同事一起来报名。这个礼拜3我们的祷告会，好，是台3区的见证会。好，我们谢谢这些上台见证的弟兄姐妹、小组长和同工，好，也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好，那因为这个礼拜有豪大雨的这个预报，天气预报，好，所以真的是有下大雨，你不能出门的话，也欢迎弟兄姐妹能够参加线上的祷告会或是线上的聚会，记得在我们的 LINE 官方群组上面，好，打祷告会出席或是主日出席，好，就会有我们的这个出席的记录好，那再来第3就是我们的台语朗读比赛，好，是在8月初，好，从大班到120岁都欢迎弟兄姐妹能够来用台语来学习朗读。好，去年我们举办60周年举办了1次，好，那看到很多的小朋友，哇，这个牧师看到他们讲台语，牧师都要汗颜好，他们这个的是有备而来。好，那台语真的是发音口齿清晰，好，那真的是大人也可以来看他们怎么样比赛好，那时间是在8月2号的礼拜天下午。好，那欢迎有兴趣者，好，或是没有报名的也可以一起来观看他们的比赛。那这个礼拜6我们有音控训练，好，特别是我们新堂的这一套混音系统。好，那我们这个卖给我们的老板呢，他已经没有售后服务，好，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自行摸索。好，但是
感谢主啊，有预备一位这个专业的讲师，好，他也是在我们附近的乐器行的老板，好，他对这一套混音系统呢，他有玩过，他有操作过，好，所以他会来跟我们讲一个基本的概念，好，那之后会再安排好进阶的上课，好，那欢迎所有需要操作这个音控的混音系统的弟兄姐妹，好，能够一起来听这个礼拜六的下午1点半到3点半。那这个再来这个礼拜的松大讲座，是布桃的医师邱医师，他要来分享脂肪肝好，牧师去做身体健康检查不要看我瘦瘦的，我的肝呢也有一层脂肪好，就是呢怎么样能够去避免脂肪肝，好，那才不会让我们的肝硬化，好，让我们的肝能够维持健康排毒的功能好，所以如果你不能现场参加，我们也有线上的这个聆听礼拜3的早上。另外，我们的儿童夏令营，上礼拜报告是57个学员参加报名，这个礼拜呢多了2个，59位。去年我们有80位的小朋友，所以我们还是希望鼓励大家可以帮忙宣传邀请，因为我们的这些同工他们很努力的在准备在预备，那也希望透过大家的邀请，是从小1到小6的这个年纪的学生，那我们还是有一个9折的优惠，2人同行9折的优惠，就是2000块打9折，1800块的报名费，好，那是7月6号就即将要开始，还有3个礼拜的宣传期间，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介绍宣传这个夏令营，讲到网络成瘾的主题那我们的松联大学有30周年的参访活动，那我们要去参访的是全台湾松联大学办的最好的教会，高雄冈山教会，有去过的请举手一下，高雄冈山教会都没有有一位有去过高雄2位，高雄冈山教会呢，它在冈山一个非常热闹的市中心然后呢，它的占地也非常的广大。那在冈山教会呢，他们的松联大学，我们嘉南教会的松大学生有150位，那在那个教会呢，他们松大学生有300位，300位，所以他们的这个经营还有他们的松大呢，办得非常的好。好，那几年前他们曾经有游览车来我们教会观摩，好，今年是我们去参观，好，那不限松大的学生弟兄姐妹，好，想要去认识高雄、台南、嘉义，我们这次行程有去到嘉义、台南、高雄，好，那都欢迎大家，好，可以来报名，在这个月底前报名呢，还有1000块的优惠还有1000块的减免的优惠，好，只要5000元3天2夜。那接下来是我们下礼拜天的下午2点半有志工的干部会议，因为我们前面有一个信徒讲座，所以请志工的干部注意这个时间是2点半在401教室。那我们还有一个暑假的营会，我们今年的营会特别多夏令营、台语营，还有一个音乐营好，那这音乐营对象是10到15岁的同学，10岁到15岁，里面学的是吉他、木吉他、电吉他、贝斯，还有爵士鼓，还有 keyboard， 都是现代的流行音乐好，这个对学生来讲呢，他们还不用到上高中。好，在国小、国中阶段，他们就可以来学这些的乐器。好，那这些乐器你去外面学呢，上课呢，一堂课可能都要500、800起跳。好，但是呢，我们总共有5天，好，还加上手中，好，早上到下午还包括中餐，好，报名费只要4000元。那为了鼓励学生把握这个机会呢，还有早鸟优惠呢，直接砍到建股叫做2500元。教会不是要赚钱，协会不是为了盈利，我们是希望能够让教会有更多的音乐的人才，所以在今年举办这样第1次举办，好，那只有25个名额好，所以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好消息呢，今天开始可以在网络上面报名，好，能够分享给我们的小朋友下一代，好，或是年轻人，好，让他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用乐器，好，将来有一天呢，能够再用乐器来像大卫一样，好，来侍奉神，来敬拜神。我们的外展部在今天下午有2个会，一点是跟牧养的座谈会，3点是宣教乐的讨论。还有我们的女子神学院，我们要恭喜美英执事还有品玉他们没有在我们当中，但是恭喜他们从神学研究女子神学院的神学研究科跟圣经科来毕业，我们在这边也拍手来恭喜他们。那我们在下个礼拜天有玉山的神学院的纪念主日，那我们特别去邀请玉山神学院的教务长
林昌华牧师，好，那他也是成大历史系的老师，好，那他也在玉山来教课，好，那他的研究的专长呢，好是荷兰人的台湾史啊，好，所以这400年前的台湾历史，好是他的专长，那还有教会历史。好，那我们要请大家来分享，就是讲到教会史，教会史与我们的关系啊。所以在下个主日的12点半，因为他舟车劳顿，不能太晚回去，所以我们会是12点半就开始。好，那预计是到2点结束，好，但是他还会有30分钟留下来 Q&A 的时间，好，那也欢迎弟兄姐妹能够把握机会来参加，好，是在下个礼拜天的下午12点半，好，那我们也邀请核心同工弟兄姐妹能够踊跃的出席，好，那这时候邀请集会长老来介绍，我们今天有好几位新来的弟兄姐妹，我们请集会长老来介绍。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有3位来宾。首先介绍第一位来宾是霍奇姐妹她介绍的这位来自奈及利亚在台湾工作的底摩拉这个弟兄欢迎。来自非洲奈及利亚，在台湾已经住7年了。第二位呢？这个来宾就是林崇伟弟兄，他住在龟山区，他是自己来到教会的，好，我们也欢迎。第3位呢是洪胜弟兄介绍的，他叫做许慧琼，他住在桃园区的向善街，在这里欢迎。还有没有就是来宾新的朋友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 ？OK， 没有哈，欢迎我们3位弟兄姐妹能够再一次的下一次的礼拜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是在列王纪上3章的10到15节。主喜悦所罗门的祈求，就对他说：因为你没有为自己求长寿、求财富，或求消灭敌人，却求明辨的智慧，好公正地治理人民。我愿意照你所求的给你，我要赐给你一颗聪明和明辨的心，是前人所没有的，后人也不会再有。你没有求的，我也要赐给你。你一生享有的荣华富贵，要比任何君王更多。你若顺从我，遵行我的法律和命令，像你父亲大卫一样，我会赐给你长寿。所罗门醒来，知道上帝在梦中向他说话，于是他回耶路撒冷，站在主的约柜前，献上烧化祭和平安祭，然后设盛宴款待所有的臣仆。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主任牧师陈博士牧师来讲道，他要讲道的题目是蒙主喜悦的祷告，蒙主喜悦的祷告。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谢谢嘉森长老上个礼拜天的主日在这里的信息分享。那也感谢同工教会来同一牧师这一次有一个进修就是去上管理硕士的学分班。那为什么要上这个管理硕士呢？因为我看到这个里面有财务管理跟行销管理，那我想要去听这个财务管理的课结果去了之后才发现我真的是想得太单纯了这个不是随便可以去上你如果你要有财经还要有这个
这个会计的背景，好，大家看很多的这个报表和图表，好，不过呢，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感谢弟兄姐妹好的带导，好，所以下礼拜牧师主日还是要请假，以及7月第一个礼拜还有一次的期末考，好，不过在这当中，好，就是希望学习这些是能够用来教会的服事，也希望能够让我们教会的财务也好，行销，教会需不需要行销？需要，好，我们要行销谁？好，不是行销我们自己，是行销耶稣行销福音，好，能够透过各样的媒介，好，能够让更多人能够听见福音，好，所以也希望能够透过在这样的学习装备当中，好，让我们不是只有思念地上的事情，也要思念天上的事情啊。好，那在今天的信息分享以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夏拉巴父神，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礼拜有好雨。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台湾这块土地需要雨水，今天也是总会所定的环境主日，提醒我们要做这个环境的好管家，而我们要来爱惜上帝所赐给我们一切的资源，也让我们能够来注重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而不是要能够来永续的发展，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土地的祝福。主啊，我们也为我们在过去所读到的哥罗西书，以及我们现在开始所共读的列王记上下，来祈求主，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更加得着智慧，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来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今天也有新朋友在我们的当中，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也求你与他们同在，使他们都能够经历上帝的恩惠和恩典。我们线上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有次在我生日的时候呢，我的女儿那时候还很小，她虽然年纪还很小，可是她写了一张纸条给我，就是她想要送我生日礼物，她写一个纸条，上面写说你想要什么。那时候我女儿很小，那她还不太会写中文，可是呢她就用她的这个很烂的中文程度呢，写了一个纸条，你想要什么。我收到这个纸条之后呢，我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她这么小的年纪，就算我告诉她我想要什么，她也不一定能够送得给我，可是她却有一个想要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我想要送给你这样的一个心。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也是所罗门的一个祷告。上帝给所罗门一张空白的支票，这张空白支票，如果有人送你一张空白支票，请问你会在上面填多少数字？1亿够不够？你觉得1亿够的请举手。你们都没有举手，表示都不够啊。那你们的这个愿望更大。但是上帝给所罗门一个空白的支票，说你想要什么你都可以求。我们知道所罗门的故事很吸引我们的，就是哇，我们多希望能够像所罗门一样，这么得到上帝的恩宠，这么得到上帝的喜悦，给他一个空白的支票，你想要什么都可以尽管要，上帝会为你来成就。他就好像这个圣诞老人跟他许愿，或是阿拉丁的神灯，有3个愿望可以满足一样的童话故事。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列王记3章5节，上帝给他这个空白支票前面第3节第4节，所罗门有3件事情，这3件事情让所罗门在20岁的时候，20岁你觉得是不是一个孩子年轻人，还是一个大人？我来考考我们这一场的，你觉得20岁是年轻人的请举手，你觉得20岁是大人的请举手。大部分都觉得是年轻人。有一次牧师呢，在跟一个会友在聊天，跟他说博叔你几岁？我说我已经50岁啊。他说你50岁啊，那你跟囡仔同款。他说50岁对他来讲还像个孩子一样，因为那个会友已经快90岁了这样子。但是20岁有时候对我们的来看，20岁还是一个大学没有毕业的学生呢。以今天来看，20岁还是一个年轻人呢，懵懵懂懂。可是呢，上帝却给他一个空白支票，因为所罗门做了3件事情。在列王记上的第3章第3节4节说，所罗门怎么样？爱耶和华，然后呢，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还有第3件事情，所罗门在基遍丘坛奉献1000的祭牲为燔祭。我去查了一下圣经，在所罗门的前面有没有人像他这么样的大手笔的奉献？
从来没有，从摩西颁布律法，一直到所罗门，连他的爸爸也没有他出。关掉。好，你要上来讲吗？好，开玩笑。好，没有人像所罗门这么样的大方，好，像所罗门这么样的大方，连他的大爸大卫也没有。可是呢，1000寄生，你知道一头牛，好，这是 AI 画的照片，一头牛你要处理，好，就要处理半天，1000头牛要处理多久呢？可是所罗门因为他对上帝没有保留的奉献，慷慨的爱神，好，所以从他父亲的身上行为，他所学习到的，让他拿到这张空白支票。你要什么？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但是当我们在求的时候呢，求的时候都是一个结果。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会有3个答案。第一个叫做 yes， 就是你要的，上帝说好 OK 给你。第二个叫做 no， 当你祷告完之后，上帝说不要，你求的呢不给你。第3个答案你知道是什么吗？ wait， 就是你要继续的等候。哪3个答案？ yes no， 第3个呢 wait， 等候。所以你的祷告跟上帝的祷告只有这3种的结果。但是在圣经当中还有告诉我们秘诀，按着上帝的旨意求，无不得着，上帝必给你。上帝给所罗门一个空白支票，所罗门求了之后呢，结果圣经说上帝就喜悦所罗门所求的，它是一个蒙主喜悦的祷告。每次你跟上帝祷告，你觉得上帝听完你的祷告会开心还是不开心？开心，好，太好。有没有人祷告完上帝会不开心的？如果你觉得你祷告完上帝会不开心，那我要奉劝你，最好怎样？先不要祷告。你都知道这个祷告下去上帝不开心的，你还做这样的祷告，你不是自找麻烦吗？可是问题在于是，你怎么知道你祷告完之后上帝会很开心的悦纳你的祷告呢？所罗门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有3件事情是所罗门身上让我们学习，他如何在祷告完之后，上帝 please 非常喜悦他的祈求。第一件，所罗门谦卑认清自己的限制，请我们说一次，所罗门谦卑认清自己的限制。我们一起来读列王纪上的3章7节到8节，在今天经文的前面。好，我们一起来读起。现在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小的孩子，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拣选的百姓中，这百姓之多，多的不可点，不可算。在我们从这几天圣经的共读，牧师早上都有录影跟大家来分享。你可以去听，可以了解说所罗门要坐上王位是简单还不简单？不简单。他是19个大卫19个有儿子的名字当中，他只有排行第10，怎么轮也轮不到他坐上王位。甚至他的上面的第4个大哥都已经准备要上去做王，可是上帝却在一夕之间翻转，让这个王呢亚多尼亚从王位上摔下来，所罗门呢从家里面被拱上去做王。但是所罗门可能来不及准备做王，他呢非常的战兢害怕。现在中译本翻我是幼小的孩子。但是呢所罗门表达说，即便他已经20岁，但是他没有超过20岁，他已经到了一个成人的年纪，可是对于整理管理治理这整个国家，他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像他跟他爸爸大卫能够比得上没有办法跟他的爸爸来比较。所以他跟上帝求之前，他先清楚知道自己的限制在哪里。昨天有一个让人非常担心的新闻，就是台湾的股票呢，夜间的指数呢，台指期夜盘狂泻几点呢？3006点。在这之前，台湾的股票最多掉到几点？没有超过2000吧，大概1800，我不太记得。但是呢，昨天一口气灌到3000点，破了台湾股票的记录。然后呢，它的标题叫做周一安怎踹咧蛋，踹咧蛋，很多叫做干港族的。什么是干港族呢？干港族呢，他们叫做4代同堂。有没有听过4代同堂？房贷、车贷、信用款、
个人贷款，他都去借钱出来干嘛？买股票。这是5月29号，刚好1个礼拜前的新闻，才在报说全台湾统计有31万人辞职不干的，这些人够不够疯狂？我不晓得这里面有没有31万人，我们有没有31万人当中啊？31万人，好，在上个礼拜呢，很多在这个上个月，好，台湾的股票一直飙高，好，从2万、3万、4万，好，一直飙，好，冲上4万点。然后很多的新闻呢说，他的同事呢光炒股就赚了1000万，哇，羡慕多少的人，好，所以他就赚了1000万，他退休金都有了，辞了，好，然后很多人看到他们说，我要赶快借钱来买股票，结果，好，这个郭子乾说，好的老师带你上天堂，坏的老师带你怎样住套房。好，现在呢，好，台股的这个夜盘指数掉了3006点，明天到底台湾的股票会怎么样？好，这是在一个考验。可是所罗门他认清自己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认清自己的限制，看到别人有，我也想要有，别人这么好，我也想要跟他一样好 ，FOMO 就是这个 fear of 怕别人有自己没有的这个恐惧的症候群哦。我们要知道自己的限制在哪里。我们看到所罗门，他不会说哇，上帝对我这么好，我好不容易终于可以除去我的哥哥们，赢过我的哥哥们，当上了王位，我就可以坐享其成，天下太平。没有，在他当上王之后，他的心态是战战兢兢的，对上帝说，主啊，我还是个年幼，还是个幼小，还是个年轻人，我什么都不懂，都不会。我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管理这么多的百姓，我的爸爸大卫曾经要数点人数这件事情，就被上帝咒诅，瘟疫、还有饥荒，还有逃难3个月。我的爸爸曾经经历过这一切，现在我不敢去数点，但是我却要管理这么多的人，我不知道人，不认识人，我该怎么办呢？所以所罗门他的祷告之前，他先谦卑认清自己的限制。第二个，我们看到所罗门他怎么的祷告完之后，上帝更喜悦，是他求智慧为要能做什么？考上第1志愿吗？不是。求智慧为能够升官发财吗？也不是。求智慧为能什么？哪4个字？最后4个字，辨别是非。这4个字请大家再说一次。你的智慧是要拿来辨别是非。我们来读第9节起，所罗门的祷告。所以求你赐仆人善于了解的心，可以判断你的百姓，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你这么多的百姓呢？所罗门跟所有的其他的皇帝国王不一样，其他的皇帝呢就自命为天子，哇，他是天选之人，他要起来作威享福，享受人家的侍候，当一个大王一样。可是所罗门知道，他坐上这个王位，他是战战兢兢的，是要来解决这个国家百姓这么多人，他们嗷嗷待哺，他们有这么多的需要，他该怎么办呢？所以所罗门他知道他能力不够，他跟神求智慧，求这样的智慧呢，是要能够解决百姓之间的问题。所以所罗门他知道他做王的角色像什么官一样，辨别是非。什么官的工作就是要辨别是非？没有错，就是法官。我们的台湾的法官怎么形成的呢？我们的台湾的法官，你要法律系毕业，你要第一个你要先考得上法律系，法律系你考上，你还要毕得了业。你毕业之后呢，你还要去经过法务部的司法院的合考的考试合格，然后再分科的训练，最后还有再分阶段的训练。好，所以这有个图表，就是要花上第1阶段28周，第2阶段64周，第3阶段12周，然后呢，他才能够通过成为法警、书记官、监所员、律师、检察官、法官，一层一层的这训练。所以当法官简单还是困难？困难。可是你觉得我们的台湾的法官素质高不高？高？不高啊？不高。好，我们都说台湾的法官叫什么？对啊，大家的印象里面，每一场礼拜
好，在每场礼拜好问大家都一样，大家对法官叫做恐龙法官，所以请问你要不要让你的孩子去念法律系？啊，但是你希不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恐龙法官？不希望。那怎么样才会又念法律系，不会成为恐龙法官？我们的训练其实不够。所罗门他要成为一个王，但是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是要能够明辨是非，能够成为一个公平正义的君王，能够治理这个国家。我们现在去年立法院通过了国民法官法，所以我们都有机会做法官。当有这个案件是本刑判处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是故意犯罪因而发生死亡的结果的时候呢，会有3个法官跟6个国民法官共同来组成进行的审议庭哦。所以我们都有机会去扮演这个国民法官，尝一尝这个国民法官的滋味。但是当你如果有机会去当国民法官，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能够行公义、好怜悯，能够在法理情理法上面都能够来面面俱到，面面来满足。所罗门他求智慧，是为了他要能够让国家公平，让他的社会能够祥和。你觉得我们的社会国家公不公平？不公平啊！好，那我们就需要继续来求我们的国家的执政者、掌权者能够有智慧。如果你觉得你的学校校园或是你的工作的场合公不公平？不公平，那我们就要为我们的工作的职场、校园来求智慧。你觉得你在教会当中公不公平？不公平啊！你就要为这个教会的牧师求智慧。我曾经在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哇，两边的人为了牧师站在哪一边呢，就吵起来，两边呢都想要得到牧师的关爱。如果你是牧师该怎么办？分身切一半。所罗门在今天的早上的经文，所罗门就是有2个妓女的2个儿子，争取那个活的孩子，说要把孩子切一半。当你知道说人性在竞争在吵的时候，台语说摇八叉，意思就是说你肚子饿的时候会不会吵？会啊。你吃饱的时候会不会吵？更会吵，因为假巴营营没事做就开始吵，所以台语叫做摇八叉。你肚子饿也在吵，吃饱了也在吵，所以人在的时候呢，就会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产生。但所罗门他求智慧，是要能够明辨是非，能够真知人性。所以当他求了之后呢，我们来读第10节，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所以上帝真的听到所罗门这样的祷告之后，他真的是上帝很喜悦他。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耶稣也给我们同样的教导。我们的祷告除了主祷文，因为马太福音第6章就是教我们主祷文。可在教我们主祷文之前，上帝告诉我们一个原则，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就是我们要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明天到底要不要买股票，还是要卖股票，都有人给你有不同的讯息。可是呢，你要求的是跟神求的是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这一切东西就算你没有求，上帝也会加给你们。有一张图呢，我在网络上看到的，说人生他把它分成7个阶段，0到6、6到22、18到25、25到35、30到35，然后35到55、55岁。每个阶段呢，他在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子的来投资、理财、储蓄、规划。请问你现在是在这当中哪一个阶段？可能你都跟我差不多在紫色55岁以上。不过对年轻人来讲，年轻的时候呢就是本钱。在年轻的时候呢，你可以提早的规划理财，成为你将来人生，减轻你将来人生的重担。可是呢，这7个阶段当中，哪一个最重要？都很重要，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呢，还有一个阶段，就是在这个后面第8个，你人生结束之后，你要去哪里？在你人生
死后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你有没有去准备？可能这些的理财啊、储蓄啊，告诉你要为你的退休做准备，为你的人生来打算。但是有多少的人会告诉你，为你死后的世界、死后的人生来做规划、做准备呢？有，就是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要为永生来预备。所以我们现在活着，就是用今生来赚得永生啊！好，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用你的今生为来生，就是永生来做预备。所以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的将来的人生，在上帝的面前。所罗门跟上帝求智慧，他求的智慧是要明辨是非。他明辨是非，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限制，自己的能力有限。当他这样求，上帝喜悦。11节、12节，我们看到上帝怎么回应他呢？神对所罗门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不为自己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所以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看到，哇，上帝真的知道所罗门有没有需要？有啊，上帝知道所罗门，他也需要钱啊，他也知道所罗门需要有体力啊，他也知道所罗门目前还是有很多的仇敌在他的国家当中，他还是有仇敌等着要把他拉下台。上帝都知道，所罗门没有去求，可是上帝说：“你只求明辨是，只求能明辨，可以听颂。”12节，我们一起来读，请看哪，我会照你的话去做；看哪，我会赐你智慧和明辨的心。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兴起像你的。所以我们说所罗门求智慧，求智慧是从这里来的。历代志下的第1章就直接讲所罗门求智慧。可是这个智慧呢，列王纪上让我们看到，他是要能够听诉讼，听诉讼的智慧，就是说他想要去调解，想要去解决问题。我不晓得有人来跟你导，台语说导，华语中文说来跟你投诉，来跟你说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好，如果你是一个学校的老师，你的同学会常常跟你说老师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是一个主管，你是一个 leader， 你的同事部属可能会跟你说，那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他工作怎么样。你要跟神求的智慧，就是能够愿意去听，不是说推脱，不知道你去找他，你不知道，我没办法处理，你去找别人，这样你就失去上帝给我们智慧成长的机会，而是求智慧，为了去解决这一些的难题。上帝说：“你求的，我给你。”而且是空前绝后，你的智慧是人类的天花板，没有人的智商高过你。所罗门论智商有智商，论金钱有金钱，他能够盖花园，能够盖皇宫，能够盖圣殿。所罗门他很聪明，他知道圣殿的这些木材要怎么样去架构，要怎么样去运送，要怎么样去集结。虽然他的爸爸已经帮他预备了很多，所罗门写诗、写箴言，然后写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所罗门他做了人类各样的极限，包括娶老婆，他总共有几个老婆？2000、1000，他有700个大老婆，300个小老婆，加起来有1000个老婆。他是不是人类的极限？是人类的极限。但是呢，这是不是上帝要给他的？不一定。但是上帝给他的智慧空前绝后，而且上帝跟他说：“你没有求的，上帝也要给你。”13节，你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一切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够比得过你的。全世界的王，包括现在的川普。就算现在川普能力很强，他的这个气势很强，可是呢，也比不上3000年前的所罗门，也比不上他，因为他能够讨上帝的喜悦。还有一件事情，上帝要给他，可是呢，所罗门没有拿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14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正如你父亲大卫所行的，
我必使你长寿。你知道所罗门活到多久？几岁？好，60。好，今天早上牧师的这个 YouTube 上面有分享，所罗门只有60岁，他的爸爸大卫几岁？70岁。他在前面的扫罗王活了几岁？80岁。80岁。所罗门活60岁算是长寿吗？不算。因为连摩西的诗篇说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呢，可以到80岁。他连那个一生average 平均都没有达到，所以叫做台语叫做什么？夭寿。台语叫做短命，夭寿啊，夭寿就是你没有活满你的该活的年纪，活满你该活的年纪。所罗门为什么夭寿呢？就是问题出在哪一节？在第14节。他若遵行，他就可以享长寿。可惜所罗门他并没有彻底的遵行，所以他可以说虎头鸟七尾，什么意思？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哇，他真的是含着金汤匙，他有爸爸的加持，又有上帝的加持，他是这么样的爱神，他是这么样的甘心乐意的奉献1000头的生计。可是到最后他的人生的结局没有活满70岁，而且他怎么死的圣经都保留，替他留面子。但是我在想说他应该是纵情过度。你看你有700个大老婆，你可以活到几岁？你还有300个小老婆，你可以活多久？如果这1000个老婆开始吵架的话，你有多少的智慧可以去调解他们的事情呢？所罗门最大的失败就是娶了外邦的女子。在明天的第4章我们会看到他娶了法老的女儿，最后呢他就跟从这些外邦的女子去拜谁？外邦的神明。这么爱他，这么祝福他，然后透过路德、拿俄米，路德，然后呢能够生出来的大卫跟所罗门，结果他坐上这个位置，最后他却失败收场。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有一天你去到天堂的时候，你会看到亚当、夏娃、亚伯拉罕，你会看到约瑟，你会看到大卫，请问你会不会看到所罗门？会还是不会？会，不会？我觉得如果所罗门他在死以前没有悔改，他可能在天堂没有他的名分，没有他的名分。这告诉我们一个人类的天花板。这么会赚钱，所罗门每一年收的税是黄金22万公斤。他在那个所罗门的年代，在路上捡到的银子没有人要，他说银子不算什么。在所罗门年代，他所建造的不管是花园，他所建造的是王宫和宫殿，都是超越后来的巴比伦的技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搞不好也是跟所罗门学的。所罗门的艺术，所罗门的科学，所罗门的文学，他的音乐，哇，他的外表的帅气，真的实在是天选之人。这样的天选之人，如果最后没有进到天堂，你想不想要当这样的天选之人？上帝要使我们长寿，这个长寿包括永生、永恒的生命。所以跟你旁边说，孝敬父母使你长寿，信耶稣使你得永生，这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而所罗门这3件事情，我们再来复习。第一个，谦卑认清自己的限制；第二，求智慧，未能辨别是非；第三，没有求的也相信上帝供应。这就是所罗门在他祷告之后，上帝更加的喜悦，给他加码。你求的我都给你，你没有求的我还要倒给你。好，这就是路加福音所说的上尖下流，不是下流，上尖下摇上尖下流没有错。好，但是不要想成那个下流，好，就是满出来流出来，上面是尖尖的，下面一直在流，上尖下流。然后呢，连摇带按，好，就是你要你的这个器皿呢，要把它摇一摇，然后再把它压下去。上帝要给人的祝福智慧是满到一个你的再怎么大的容器，它都可以把它装满。上帝要让我们的祷告好像是一个空白支票，
但是前提是你的祷告不是我要什么。什么是我要什么的祷告呢？我要什么的祷告，就好像圣诞节到了，哇，你就列出圣诞礼物的清单，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那个，然后说我想要收到这个圣诞礼物，上帝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这是不是你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也不是一个550波比。什么是550波比？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啊，主啊，救啊，平常的时候呢，上帝跟我没有关系，只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才想到他。我们的祷告也不是用完就丢掉，兄弟输啊加输啊情，结果上帝真的给我们吃，给我们喝，给我们穿的时候，可是你却忘了他，没有感谢他，也没有纪念他，用完就丢掉，这都是一个以自己我要什么的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要学习年轻的所罗门，他的祷告是神要什么，神要什么。就好像一开始我的女儿在她很小的时候写了一个纸条，你的生日礼物你想要什么？你有没有去问过上帝？你有没有去问过神？上帝啊，你想要什么呢？我们最后再一次来读第14节，列王纪上3章14节，请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正如你父亲大卫所行的，我必使你长寿。上帝说有3件的事情，第一件事情遵行神的道，第二件事情呢谨守神的话，第3件事情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上帝要什么？就是这3件事情，遵行神的道，谨守神的话，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你会享受长寿，在地上70岁对你来讲只是一个起跳，80岁是一个强壮，甚至上帝使用你更长在地上的日子，不仅在地上，还要到天上。你的生命要成为永恒的，只要你愿意谨守神的道，遵行神的道，谨守神的话。所罗门达到人类的天花板，可是他就住在那天花板，还有上面还有更宽广的世界，更永恒的人生。所罗门最后他写下一卷传道书，他说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 all is vain， 全部都是虚空啊。他发现他有了这么多的智慧，这么多的金钱，这么多的老婆，可是最后他说他失去了神。我希望所罗门真的在年老的时候有悔改，在天堂的时候还能够看到他。同样我们的人生不要只有看明天的股票，也不要只有买明天，看2026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是要看永恒。我们的国家的君王元首在位者是不是一个行公义好怜悯？我们所选出来的，今年年底要选举，你所选出来的候选人，不管他是议员，不管他是市长，不管他是民意代表，他是不是一个合神心意，能够谨守圣经？不是看他的颜色，也不是看他的政党，而是看他的品格。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求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明辨是非。求上帝给我们这样的看见，知道自己的限制。求上帝把他给我们的智慧能够用在我们的教会，用在我们的职场，用在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好好的来治理。不要想说我没有办法做什么，我没有办法做什么。当你愿意的时候，上帝要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给你，把他的智慧充满你，叫做无处可容。马拉基书说，敞开天上的府库。上帝的智慧是会让你多到满出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有遇到很多的困难。牧师回来迦南教会2年，弟兄姐妹会不会遇到困难需要？会不会遇到有之间的摩擦，或是有一些的纷争？你要怎么样的去协调？你要怎么样去与人使人和好，成为一个 peacemaker？ 不是说他们有问题，我给你继续去吵，让他们去吵。他们有困难，好，我知道，为你祷告。可是呢，就不理他。我
们需要更多的求上帝给我们智慧，来服侍主的羊。如同2个礼拜前牧师分享喂养主的羊，耶稣告诉彼得，喂养主的小羊，给他从小的时候牧养他，到最后你要能够牧养他的全人的牧养，身心灵的牧养。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天父上帝，今天的信息不仅是看到所罗门，也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有神的智慧。我们上帝，你在伊甸园当中有2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善恶树。主啊，让我们能够得着借着耶稣基督得着永恒的生命树，也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得着智慧的善恶树，让我们分辨善恶是以神的智慧，而不是地上的智慧，让我们思念的是追求的是上面的事，而不只是地上的事情。让我们看见我们今生是为的要换得永生，赚取永远的生命。帮助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神的儿女求的追求的是上帝的国度，追求的是教会的建造，追求的是弟兄姐妹的合一。那么在上帝你的家中，我们要使人和睦，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我们要愿意接受装备，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为了大使命和大诫命，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人，也要爱人来如同自己。是的，主啊，我们还有很多的不足，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功课。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是得着了，不要让自己以为我们已经都会了都懂的。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需要主你来教导。求圣灵保惠师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教会，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不断的能够长大成熟，让我们看见过去的历史，能够看到现在的自己，也能够明白将来的方向和道路。是的，主，我们恳求你，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道，谨守神的话，更让我们的一生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如同历代志对大卫的形容，他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即便大卫一生犯了许多的错，他奸淫，他谋杀，他让自己的儿子，让自己的家园被自己的儿子追杀，他数点百姓，他得罪神。但是大卫在每一次的错误失败当中，回到神的面前，他的一生，神为他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主啊，帮助我们学习大卫，也帮助我们超越大卫，也帮助我们能够超越所罗门的智慧，就是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一生的至宝，让我们能够超越所罗门的智慧，能够赚得今生，获得永生。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来回应我们的神。求神点燃我们的心，点燃我们的热情，点燃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让每次的祷告完之后，你都感觉神非常喜爱你的祷告。哈利路亚。即使旷野道路无力淹没我的心，我要向你屈膝，更多寻求你的心意，求牵引我贴近你，无论高处低处，渴望能重新的你，倾倒你的火焰，让灰烬能再次燃起，成为焚烧的生命。
的火炬，主你彰显大能，一直释放我们，求你再次降临，点燃我的心，生命如风吹起，眺望星星，不照引你烈火再次燃起，分享祭坛全然献上自己，生命火降临，生命如风吹起，眺望星星，不照引你烈火再次燃起，分享祭坛全然献上自己，生命火降临，求你点燃我们起初为你火热的心，祝你打开天门，焚烧炼净我们，向我们显明你心意，求你点燃，兴起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的火炬，祝你彰显大能，一直释放我们，求你再次降临，点燃我的心。是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从20岁的所罗门身上，我们有许多的学习，也知道我们自己还有许多的不足，还需要继续的努力，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让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单单的爱你，用尽我们的全心、全意、全人来敬拜你，来渴慕你。愿我们的一生都能够来荣耀你，愿我们今生能够为主来奔跑。我们不用为世界来担心，不用为明天来忧虑，只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们这一生要为主兴起，为主发光。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今天是50岁、70岁、80岁，甚至要90岁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你都能够使用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一次的祷告在你面前都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每一次在神的面前的祈求都是合神心意。愿上帝你的恩惠、慈爱、平安常常追随着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帮助与充满，与你们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能够谦卑认清自己的限制，能够祈求神的智慧分辨是非，更能够把所有没有求的事情都交托相信上帝的供应，使你们能够出眼蒙福，入眼蒙福，能够领受神的恩典，上尖下流，连摇带按，丰丰富富的加给你们，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拍掌把亮归给耶稣，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好了，我们再下来敬拜我们的神，一起拍掌来敬拜他。耶和华是我的主，你不知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牧者，你不知牵绊，有耶和华做我
边，愿神祝福大家，大家彼此请安。